喺香港經營業務並聘用員工嘅僱主，必須遵守香港稅務條例嘅相關規定，履行其稅務責任。以下將簡單說明僱主喺稅務方面嘅責任，以確保合規並避免不必要嘅罰款。首先，僱主嘅基本稅務責任從你聘用首名員工開始，都需要履行以下稅務責任，包括：一、保存僱員嘅薪酬記錄，當中包括個人資料、受僱性質、受僱職位、薪酬款額、非現金利益、強積金供款、僱傭合約及受僱期間。二、若僱員嘅個人資料或者受僱條件有任何變更，僱主必須及時向稅務局報告。三、保存業務記錄，包括支付員工薪酬嘅記錄，最少7年，以備稅務局查核。二、申報支付俾僱員嘅薪酬，僱主須喺指定時間內向稅務局申報支付俾僱員嘅薪酬，即使冇僱用任何員工，尚未開始營業，或者已暫停營業，或者結束生意，僱主亦必須喺收到稅務局發出嘅僱主報稅表後1個月內填妥並交回。僱主亦須提供報稅表副本俾僱員填報，以便僱員正確填寫其個人報稅表，而且持續填報受僱僱員嘅資料，並申報新聘僱員嘅資料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祺。